立法院今仔开始审查大法官的人事案，7月25要投票。司法院长洪提名人蔡秋明是承诺讲，那做司法院长会先来解决卡手无够、甲过劳的问题。外界是质疑讲蔡秋明敢若做过检察官，敢有法度做院长咧？蔡秋明是强调讲，有侪年的司法实务的经验，你有法度会当来理解讲，伫司法案件，检察官、律师跟法官无共的角色，会当来促进对话。立法院查到正向大法官被提名人资格审查，针对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蔡秋明，只有检察官的经历敢有涉任，伊亲身解说。有一个有多年司法实务经验的人担任司法行政首长，应该更能理解审检辩在不同角色的定位与界限。第一个质询的民众党立委黄国昌，以进前立法院通过法案说防判违宪的例，呼吁蔡秋明表态，是和民进党质疑摸唔到对象。总统指责我们立法院呢，说他自己当立法委员12年，没有看过这么离谱的立法院通过法律被宣告违宪，所以我才请教你赞不赞成赖清德这样的说法嘛？还是你已经过着隐士独居的生活，外面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？是有点这样子。一个总统忘了自己当立委修过什么法，结果自己修的法被立法院被宪法庭宣告违宪，脸皮很厚哎。动辄3、2句就不拖赖清德，到底黄国昌你质询的是司法院院长提名人蔡秋明，还是你在找赖清德单挑？针对死刑敢要废掉，蔡秋明进前表态无支持废死刑，但是也肯定宪判第8号的判决。国民党是搁在质疑，规个合议庭若拢要判死，是真困难。是相当困难，是没错，相当困难。未来如果您担任司法院长，你要怎么来解决？宪法法庭的判决，它是对人民跟机关都有拘束力的。那除非有宪法诉讼法第42条这些规定的要件，它可以申请人民政府机关都可以申请重新来审视。所以在这边面对即马司法过劳的问题，蔡秋明是发声讲，希望将法益侵害较轻的不法行为都罪化，增加告诉乃论的罪名种类，也有鼓励推广多元诉讼以外的纷争解决机制，来做伊即届任期的改革重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